大家好，我係愛共融創辦人何婉琪。今日好開心，我哋愛共融第一個活動共融慈善場好順利咁樣就完成咗啦。咁好感恩，我哋喺籌備愛共融期間，其實都得到好多人嘅幫助啦。我哋邀請咗10幾間中小學同埋特殊學校嚟，亦都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個共融嘅氣氛，去了解下聽障人士嘅一啲背景，了解社會上唔同類型人士嘅一啲需要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follow 住我哋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，我哋嚟緊啲活動都會希望見到大家。愛無分你我，共融創未來。